你跟你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也被打得挺惨的啊。那时候也没有看你跑掉或是抵抗啊。怎样？你自己都不怕被打了，还来警告我，会太好笑了。比丘。不能讲是不是？你不能讲的事情怎么那么多啊？哎，还有你在前医院偷吗啡被开除的事情，这你是不是也不知道？我从来就没有不承认我还为这件事情负责。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很好玩吗？漫漫长路，你敢会感到辛苦？风霜一路，披上大夜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病为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甘地板行错，休息一下别强诉。一条干千山万树，披一下发向相扶。年一年灭风尘有爱，感谢有你上下天数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永远铭刻在心中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所有嘅炮力都做得冇經過糾正，就本對方認輸。不過冇辦法本對方順從。Lev Nikolaevich Tolstoy。見到你嘛？冇，其實希望針嘅天花。搞下發生嘅事情，對人嚟講一下冇？迄年你調水見條碧秋，迄碧秋伊唔錯啦。姑嫂，你認為碧秋嘅行為冇問題咩？免用。必须不能趁手让冲嘅焦慮，也不會直接調整優嘅。骨受侵襲還能控制。要去愛了解，不過一下硬免清楚嘅，佢濫用公藥、偷公藥、濫用鎮定劑結局嘅啊！阿長，一段時間呢？你係醫生，有老幾講喎？成癮了嗎？依賴性毒草。精神科藥物最怕的就是依賴性。尊批是個藥啊，本來就是緊急要用的。他個情緒失控，是藥應該做得了解。不過，佢塗藥嘅啊，你做唔得唔慣。經驗啲，而家嚇人用嘅狀況。食藥嘅，
混蛋就看无办法出来。不过，其实我都有位真好的朋友啊，明明就有看到一堆奇怪的地方，你还有联络到佢，佢喊佢转来好吗？来会。李先生，唔计100分小子嘞，家下看起不狂嘅样诶，真其起死嚟都冇对你想呢。你做得人来讲，家发生乜嘅事情诶？发生乜嘅事情？啊！你看他还差点是叫死。第一时间，不过若想要了解这些人的想法，还有安尼事情过后，你有乜嘅感受？有法出去讲啊，上爱妈奶，讲也唔错，就讲啊。咱不会去批评嘅行为，你唔嘅意思，来关心这些带着后悔嘅统计。统计，冇乜嘅统计啊。佢讲俺控制人口，哪有啊？佢有乜嘅资格讲啊？俺就提倡佢一下去甲笨蛋嘅样嘅。高數唔對大家冇辦法了解唔嘅行為冇歡喜，係冇？李先生，唔是對俺做乜嘅心理治療，心理師，俺咩你識到？既然你講到咧心理治療，敢唔想講接受心理治療對唔會有幫助？俺冇騙啊！我做乜我做乜要接受心理治療啊？哈！我再講一擺哦，俺冇騙，俺老計叫你冇強用哦。我知道俺退潮過冇？唔係去到俺鴉片啊！那當然係當然強撐呀。唔講真嘅中意俺。咁唔用嘅唔相信俺咯。佢係冇想要顏六做朋友呢，我家下全係為到顏六啥。愛弟啦，愛弟，歹勢啊！做嘅記唔錯，記唔錯。我家下啲咁話㗎，嚇？爸爸。
转来嘞。哥哥，你妈耶？你做下。你做啥？哥喊你做下。哥哥，上班辛苦诶，坐点啦，坐点。哥哥，是茶冇？尤其，你睇唔睇啲邊方畫圖咧？冇啊，冇。冇。來看。做唔得。做唔得。有你呢？冇。冇。马该都冇。哥哥做唔得啦！哥哥，冇赢啦，终于冇赢啦！哥哥，做唔得，做。根本二年媽已經買菜嘅時節，看到碧秋姐姐啲公演賽目，跟你有唔打電話嗰個講呢？姐姐講做唔得啊，佢一直要走，係捱留啲大哥哥，佢真留下來。哥哥，冇見啦。做到以後，嗰個道歉。玉秀。歹勢，哪走？冇事情，冇事情。Yuki，斟杯水陪姐姐。也暗夜咧，買哪位啊？我係講唔知道做地，你先留啲啊，冷水燙下就好咧。做唔得，安尼太麻煩咧。你莫放心啲莫背。比如，就一隻高度去聽聽，你先想清楚哪位，那係人清掉嘅，嗰陣來康復中心。阿仲同小林好好講一下。歹勢，你係問準備好？都好你媽姨一見你有事情做唔得過來，你就轉做留下來照顧了佢，好嗎？留下來。故事愛清清楚楚，目光來思路。哎，这大半夜的带我来女生宿舍，这样会发展太快啊！闭嘴啦！哎，等一下你要帮忙我哦。哦，衣服。我给支票。哦，啊，这个也要啊？对啦，叫你拿就拿，啰嗦什么？可是干嘛啦？就是这样啊，干嘛？你脸上有东西啊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我的目光。一尾吼，很做得本的sản婦，我做帶落咧，還有乜個洗面乳，還有乜個充電器啊，點啊，讓人家要鋪誒，咪帶落咧。
看姿势。唔是倒车啦，行300咯。啊，假单我没让你大后诶，也给你后，你做到也了休息，唔是上很多。假单，娘诶，冇上到我安静吼。李先生，必修是搞不稳的哦。没问题。好啦，我这位，有乜事有將人講下。不過娘誒，我最會支持你，唔啲啦吼。好啦。又怎么了？昨天跑出去玩啊？哪有啊？还不是帮碧秋整理她的行李。没事，我觉得你应该要请我吃饭吧。所以你跟碧秋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交往啊？你们都住在一起嘞？他只是借住。借住？这不是一样吗？那你应该跟他告白了吧？不会吧？还没有？我都不知道跟珊珊告白几次哎，你竟然还没跟他告白？你是什么木头吗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不适合讨论私事。厕所啊，木头就是木头。医生现在有空吗？你挂号了吗？哦，没有。等一下还有病人呢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再来。啊，小白，没关系，病人还没到，就让他进来吧。哦，好，请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去买咖啡哦。曹斌林里的事情哦，我要同太哥讲嘞。王副理事咁么样的哈？其他我事情，唔是太少。我聽人講佢今日冇來上班呢，咁係本年辭條路哈。啊，他佢有講啦，係林里嫌棄你麻煩嘅，我做得去老副理總解釋一下。冇人洋葱啦，佢一幾年一坤啦。林里哦，佢平常嘅時間注意自爽啊，那麼唔啲咁樣嘅，也別會變亂嘅。你說咪有講佢係咪人格嘅問題咩？我他唔是啦，唔過佢哦，食啊，還係吃啊，就唔是少，嘛佢就有嘅人，因為有亞種病咯。唔之前攞嚟講，啲細細嘅時間。雖然家庭背景也唔係唯一嘅原因，不過絕對有動態嘅影響。佢需要懂得愛，當做嚟證明自家嘅存在。故所見一次，也係為下佢，就會出現動態嘅情緒反應。
医院会因为呀事情就老给叫出去冇哈？唔会啦。不过鸦片做得蹦出的有限。迄明做得了太过强用咯，去看卖心理辅导啊，安尼就会好嘛。伊从小哦就清堂来发呢，我做得迄个老太过强下去啊。连你的状况比大家更较复杂，听起来比想当简单，不过其实无安快。心理治疗，迄一扎通做听听，后背还需要从时间嘅支持，来包容。自己相信一只世界，还会有人爱去，差异嘅金钱，脾气嘅人。爱承担动态的压力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李天使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李天使医师吗？你不是要我回来跟你联络？边缘性人格，不就任性吗？虽然边缘性人格大部分的自杀都是为了吸引目光跟试探，但是这一次如果发现的晚，林丽真的会有生命危险。奶油嘞，做的是泡面吗？泡面冇營養，誒仲批得半燒嘛？有啊。我老哥哥講，你聽得實？冇錄到。姐姐，你有冇上去上班啊？那當天先你要做得去上班，做得出去做其他想要做的事情。那你上去做乜嘅？唔知咧，唔過我將一直去補卡，你唱乜解都唔會用嘅。上班都辛苦哦。唔驚，上班通常就做得照顧哥哥啦。上次哥哥媽咪上上班，我去上班，哥哥就唔使上班啦。就算唔去上班，做得出去行行啊，咁呢就真好啦。唔但唱喺上去出去了吼。看你上去做乜嘅？然之後個老哥哥講，你聽你說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任凯，安坐。做啊，李先生。
你先个 V 堂时间到嘞，还有时间吗？我眼肌要抽签一咋？差唔多安尼那比较好啊。我做嘛？我爱吃烟，也好做唔得，那做唔得喏。我就爱吃烟，他唔是哦。也免个做得几钱呢？你身上也好多飞谈，真几好诶，我要抢几钱？我讲过几多摆咧，我内底烟系味道大可诶，你又做唔得抽烟喏。韩哥，鸦片对我一些帮助都冇啊。也做也味流畅。我手弟，唔会来亲我。有孙有咩都安尼咯？冇啦，一下冇事啦，落嚟就好咧。我老唔讲哦，我当家出做得出院咧，等我出院，先去老头牌口用，快快乐乐。那堂李天使讲，你是边缘性人格。你讲嘛个？咱唔伫个嘛较偏啊，不过汤记讲种严重，你可能会继续待院，需要心理治疗。你还没知道，我精神有问题啊？做一下心理治疗，没冇该啊。俺叫还有谈到日本人讲法无？有相似。咁而家老技巧下运用的无？其他部分嘅时间，咱唔讲乜嘅。冇啊，我讲乜嘅啊？佢讲會講批評嘅話，也係批評其他朋友嘅。你先生，我本娘按佢冇攞嚟講法，我而家做乜嘅？係評估過咧，是有個問題圖，還有情緒反應，來知道你下個狀況控制到以後，係做得考慮做去慢性病房，也係出院咧。出院？我也還做唔得出院啊！因為咧，做得老難講原因嘛。因為你先生歹勢，內地很多會談，不過過得好耐嘅。
我先放烟炮，我上了有冇咁鐵嚇？先掉好冇？唔講啊！看人先掉誒！嚇？你做嘛？我上了有冇唔講啊？唔講啊！你看人先掉誒！你又唔小心㗎？啊！不要管！冇事情，來小心你，看人先掉誒！冇事，看，我小心啊！那麼嘅東西！唔會按你。我上次在电话里就跟你说过严重性，你要来看他，一定要先通知我。我来看他為什麼要通知你？他現在情緒起伏很大，你剛才說的話會讓他覺得你在批評他。我在批評他？你在開玩笑嗎？我來看他，他很開心，好不好？這樣說好了，他現在的狀況就是，上一秒鐘沒有你會死，下一秒鐘又因為可能某些事情想置你於死地。靠你！他現在真的非常需要治療，還有背後支持他的力量。其實你心裡應該很清楚，你就是他的全部。如果你能夠好好陪他，相信對他的病情會有很大的幫助。這不是我的責任。確實不是。我老實說好了，他現在的狀況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，所以我才會說你不一定要扮演這個角色。如果我不願意呢？這是你的選擇。但是如果你沒辦法承擔這一切，我建議你們不要再來往，這樣只會讓他的病情越來越惡化。不用退，方队不用退。如果他沒接受治療，會一直這樣嗎？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。既然你都願意來看他，我相信他在你心中一定有一個重要的位置。哎呦，太明星，轉來做乜嘅？因為哪個卡，做乜做唔得進來？啊，轉來也好啊，拿條錢去試嘅哦，有錢冇？本來買酒啊。哎呦，冇錢啊！冇錢關係乜嘅事情，我係唔會本。係咯，太明星，人家爸呢，冇錢看的嘿。哎，你可以談清楚，我未過身以後，
你的新闻都早就冒娘大把了，你没资格要拿钱，你要躺清楚，你没资格要拿钱。我打你啊！你打，打，做你打。哎哦，太明顯打靶哦！人工唔輕嘅嚟，上西哦，老藝物雞都唔中，想去打年前中，係藝嚟。唔係藝嚟。買我隻東西啊！搭牌好難叫，搭牌都唔記得啊！拖你嘛較好啊！拖你嘛較用，一點水啊，拖唔到錢啊！佢嘛計？佢哪個批來？我打媽媽。嘛計打？捱啲搞技啊！這你太哦，就抵咧啦！我才不會像你一樣。做嘛？無啊，根本家說來的係慢啊。關唔乜解事？啊，像個關心。真勁強。唔是，出去。來。出去啊！走。我很走啊！走啊，唐子！走啊！大家都走啊！走啊！全部就走啊！大家都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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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就走啊！全部就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故事愛清清楚楚，目光來思路。要給你有關係嗎？嗯。決定後，說好了按你會做的嗎？奶弟，不如你把留下來嘛，都要轉去康復中心。孩子，我還冇準備好，這件事咧。你冇了解，你以為要用建燒來講是假？你比鄰里講出你嘅秘密，反正是有的。但係係藥物濫用，係全無父愛，更沒資格做護理員。你一開始你係晴天天數，錯冇？不過背面處理嘅方式錯唔錯咧？但是你都有可能因為壓力做事情。那你講，今年要在精神科醫生，
黑没爱自家这条路嘞。秋麗，有幾個學校唔用嚟打算？中班有參過去哦，有上過，不過嘛看到做對本來放心嘅搞好基調。我冇錯，香港錢無限喎，身上好冇？其實我想要老人講件事情。乜嘅啊？顧得好轉來了。哪事？也今年，佢根本年有一票房看能力，係啲我面對一趟過去冇咁簡單，見唔見唔錯，唔係意思。係冇搞過女朋友，同多事情都唔啲，唔過嚟啲，係中意，係想愛片，叫我面對。終於愛哦！我唔知，你咁要自己幸福。莫個只嚟。唔好做唔錯乜嘅，也唔係唔嘅唔錯。莫個只嚟。卻忘了學會不怕盡頭，要跌跌撞撞才有彩虹。來去，來去。過去小鳥，一條路只有唔會說，冇個只嚟。過去小鳥，懂得時間老事情過睇嚟，就冇辦法過落一擺嚟。
等你准备好。我收东西啊，去哪？喊你看，错不宁迄眼心情唔好，我爱用呢。这样过一下。哎，你们看，东西就收好了哈。嗯。有带到了哈。有。好。我爱呢。呀，那，你时常评估会做得出烟呢，我扛住盘后诶。唔系公公，我为一次平安，你留下来啊！你留下来，你留下来啊！你留下来。我唔知这样是因为一次原谅过得好，我冇知道是因为爱，爱知道是冇应该有一些的暴力，可能是因为这样事我看唔清面头前的事实，大摆都会相信也是亲密一摆，大摆都会相信佢会改变，咩可能是因为。我老我朋友讲，佢哋总会用一种男朋友很自家托嘅模式看待我。佢哋冇讲出在，不过我做得感受到。故说，我唔敢跟老人讲，我老一趟过去，准做系自家嘅唔错。不过，明明我真系受害者。佢唔係捱嘅唔錯啊！
李天石先生，中医嘛？中医，懂中医。给请你继续中医。迄个眼药豆腐体，唔掉手里有，人来不体啊。你没办法就按你表面散，来做点做嘛，该人这么上心来。根本就唔得，我要给爱。当知道，一个有办法帮你幸福嘅人，你真嘅唔抵啊！有愛就係幸福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谁唔得？留下一个拥抱。上一个世界做得好，偷拍嘅未来无彩。你我唔会在意，其实未来会顺采经验。我唔会在意，马该喜爱，你系唔系？喊你呀，就谁都太一种。在爱身边，也想做的一撒来相依。你有空多么，爱的天地也脚步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就谁都太一种，在爱身边。想做的一撒来相依，你有空多么，爱的天地也脚步。希望做得做，希望做得做。